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2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以赛亚书第19章18到25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2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品德。基督徒的品格到底是什么？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第1章提到第5节、第6节到第8节，来读一下。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尽力的在信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难道只有这些是基督徒的品格吗？或是还有其他的说法呢？在圣经另外一处的记载，加拉太书第5章22到23节，我们非常熟的一段经文，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果实。圣经这样说：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节制。这些事是没有任何法律会加以禁止的。那到底基督徒的品德有哪几种呢？或是只有这2个经文而已吗？其实当然不只有这2个经文了。那为什么这2个经文里面有一些是相同的，又有一些是不同的？那到底要用哪一个作为标准呢？或者我们应该说，这个差别其实是因为所教导的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提醒。但也并不是说基督徒品德要注意的事项只有这几项而已，这些只不过是部分的提醒。在彼得后书的经文第1章说了一句话，说为了这缘故。为了这缘故，这句话的理论上面是有一个前因，这个原因的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彼得要这样提醒当时候的基督徒有关于品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跟第4节的这个记载。第3节说，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荣耀和善德的上帝而得的。第4节说，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个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我们知道，在彼得写这个信给基督徒的时候，当时候的基督徒，初代教会基督徒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非常严重，也受到许多异端学说的诱惑。因此彼得提醒了基督徒应当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他提到这些基督徒的品德，这是当时候他所面对基督徒最缺乏的
事项。他提出了这一些提醒，对于那一些被诱惑离开真理而不具有这些品的人来说，那彼得这样提醒我们，从第9节来看，但是缺少这品德的人是短视的，是瞎眼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旧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彼得劝勉基督徒应当有更积极的作为，更努力来成为有好的基督徒品德的人。彼得又进一步说，从第10节到第12节，所以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更加努力，使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成为你们永久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你们就不至于堕落，这样你们会获得充分的权利，得以进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因此，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而且在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稳了，我仍然要不断的提醒你们。彼得说，我仍然要不断的提醒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像牧师就常常听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都会这样讲啊，哎呦，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嘛，也有一些人会说，我的血型就是这种个性啊，或是说啊，这个星座就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办？如果说我们说自己是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如果说我们说救恩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又如何说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子？怎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得救蒙恩的人？当然是那个愿意被改变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位愿意被救恩所救，被圣灵所改变的基督徒，我们才有可能进入那基督永恒国度的一个分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离上帝救恩越来越远。如果我们是愿意被改变的人，就必须慢慢的学习耶稣基督的品德，慢慢的被改变，渐渐的成为有基督香气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被改变，那么就连那一些外邦的国度也要成为属于上帝国度的人。今天的经文，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上主要惩罚他们，也要医治他们，他们要转回，归属于他。他要听他们的祷告，治愈他们。那日子一到，埃及和亚述之间将修筑一条公路，两国的人民来往旅行，他们要一同敬拜上主。那日子一到，以色列将跟埃及和亚述并驾齐驱。这3大国要使全世界的人民蒙福。上主万军的统帅要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子民，亚述我的创作，以色列我的选民，我要赐福给你们。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啊！一切的国家都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包括外邦人。所有的人民都要蒙上帝的看顾跟救恩。让我们一起加油，不断的努力，继续的被改变，被提醒，成为有基督香气品德的好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6篇。
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是的，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呀！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的回来。诗篇126篇第3节，要成为我们三峡教会150周年的目标的一个主题的经文，要提醒我们。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愿意让你的圣灵进来，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你所喜悦的品格，让我们成为一位好又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